二期係佢哋叫連阿薩瓦塔，天堂之樹。二期咧係阿贊寧喺臨死之前咧，佢應該知道自己會就嚟離開呢個世界，佢就話佢將呢一個童身咧就傳咗俾佢阿爸，佢阿爸咧就叫路士坡。咁路士坡咧就傳咗個童之後，我諗隔咗幾日後咧，阿贊寧就死咗。咁路士坡咧就一路喺佢屋企嗰度，即係建交賽接交嗰度幫人啊。佢間屋咧其實一年都會有一次嘅即係降靈法會啊，個神會降靈落嚟幫助啲信眾，幫助相信佢嘅人。到今時咁舉辦緊。第二期咧係2535至到36年嘅時候咧，佢爸爸按照個仔第一期2508嘅製作方法，同一次咁樣去還原去到製作。咁當時好似有製作純金版、純銀版同埋銅鍍金版有3隻版本。咁但係巧合地咧，佢爸爸咧亦都係響佢製作完成咗呢一批牌之後冇耐咧就死咗。咁但係爸爸因為啲乜嘢而離開個世界咧，我就真係唔知，即係我就淨係知道咧。所以而家咧其實嚴格嚟講咧係冇屈當3期嘅。咁所以我哋要分翻開，其實黑鳳塔達同埋屈當咧就只有響阿贊寧響嗰間廟度出家嘅時候係有關聯。不過市場上面大部分人都覺得其實塊牌係屈當咁樣。屈當咧其實當年係一間佢哋叫做專門有好多收集孤魂野鬼嘅廟，所以咧佢喺2500定唔知24幾咧有出過屈當吉魯皮。咁有好多可能孤魂野鬼啊，或者死咗之後冇親人嘅骨頭骨灰咧，佢哋都會攞去屈當廟。咁阿贊寧就可能喺2500，可能2505、2506咁樣，佢去到屈當廟度掛單。呢個就係即係今日因為我喺度睇呢塊牌，而我想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嘅歷史。